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我前一阵子呢，因为期末考试的关系，所以我停止拍片了一段时间。但是呢，我在这之间呢，我还是会陆陆续续收到一些同学发来的信息啊，或者是留言，问我一些有关留学的问题。还有一些同学呢，他们会请我推荐一些社区大学。关于社区大学的推荐呢，我之前已经有拍过一个影片了，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最近才刚在台湾推出不久的一个美国留学课程 American Honor。那什么是 American Honor 呢？ American Honor 呢，它其实是美国社区大学的一种课程。它上课的老师呢，全部都是精挑细选过的优秀老师。它主要呢是培训你的思维跟你的思考方式，让你用更灵活的方式去思考应对一些问题。American Honor 的课程呢，虽然比一般的课程要难一点，但是呢，只要你完成这个 American Honor 的课程呢，你就会比一般的学生，应该是说比跟你程度差不多的同学呢，有更大的机会去被一些学校录取。而且呢，有很多有跟 American Honor 合作的4年制大学呢，他们都有提供优先录取的好处。所以呢，你不仅可以享有你本身读的那间社区大学的好处之外，你还可以享有 American Honor 的好处。这真的是猛拉给他们塞口啊！当然了 ，American Honor 呢，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读的。你的高中成绩，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读大学的成绩的 GPA 要差不多3.0左右，你才有可能会被他录取。但是呢，还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算你的 GPA 没有到3.0，他们还是有可能会录取你的。那就是呢，他们觉得你有在进步。有一些人呢，可能一开始的成绩没有很好，但是他们后来的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呢，他们有可能就是他们的 GPA 没有到3.0，有可能就是被一开始的成绩给拉下来。所以呢 ，American Honor 呢，他们会看你总体的成绩，就是总体的那种进步幅度啦，所以他们就会来用这个来评估，看你这个学生适不适合上 American Honor 这个课程。所以有一些人可能 GPA 没有到3.0，还是会被 American Honor 录取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看，到底读 American Honor 有什么好处？你以为读社区大学只要努力个2-3年，当你转到4年制大学，你的任务就算结束，就算完成，你就可以放松了吗？ No No No。当你转学之后呢，那边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你，而且呢，要毕业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知道，美国的4年制大学，你除了要去听教授上课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的 discussion 课程。这些 discussion 的课程呢，差不多1个礼拜会有1-2次，都是由助教来带领的。每节课呢，差不多会有100多个学生。discussion 的时候呢，要不是大家一起坐下来深入讨论研究教授上课的内容呢，要不然就是会有一些 lab 啊，要不然就是那个 presentation 之类的东西。而且在 discussion 里面做的东西，全部都是由助教来给你分数的。一般的社区大学呢，它比较少涉及到 discussion 这一方面的课，所以呢，有很多人转到4年制大学呢，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有上 American Honor 的课程呢，你就会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因为呢 ，American Honor 的老师呢，他会让他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去讨论，去深入了解这个内容，就是学的东西比较活。可以灵活的应用，而不是像一般的课程，就是老师在那边讲，就是学的东西比较死。所以 American Honor 的学生呢，他们去上4年制大学也会比较轻松。而且American Honor 的课，他一个班不会超过25个学生，有时候呢可能连10个都不到。所以老师呢，他可以更好的去照顾到每一个学生。你知道有很多大学呢，他们其实很喜欢自我挑战的学生吗？像是哈佛啊、Stanford 啊、UC 等等的研究类型的学校呢，他们都很喜欢自我挑战的学生。你想想哦 ，American Honor 的课程呢，本来就比一般的课程要难，自然呢就有挑战性。如果你去挑战它的话呢，这自然就会为你自己加分。但是前提是你挑战的结果不能太差，要不然这就会变成减分哦。而且啊，有很多大学他们其实都很喜欢有 leadership 的学生。其实关于 leadership 这个问题呢，我讲实话。除非呢，你是那种你一进入大学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社团、一个组织去当他们的 leader 或者是干部。再要不然呢，就是你是那种可以自己去组织一个社团、一个 club 的那种人。要不然，我觉得一般人呢，很难在社区大学可以发展 leadership 这一块的。而 American Honor 呢，它不只可以训练你，让你拥有 leadership 的才能，它还可以帮助你发展 leadership 的才能。Counselor 呢，他其实不管在社区大学呢，还是4年制大学呢，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Counselor 呢，它可以帮助你计划你所有要上的课程，它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它也可以协助你一些关于毕业或者是转学等等的一些事务。
Counselor 呢，它真的很有用。我记得我在上社区大学的时候，我只要一有事情，我就会赶快预约去找 Counselor。但是你知道吗 ？Counselor 呢，它真的很难约。学校呢有上千个学生 ，Counselor 可能就只有10几20个。我们学校的 Counselor 呢，它是每天晚上12点之后会放出新的预约时间，所以呢，我每次一有问题的时候，我都要等到晚上12点，赶快去上网抢预约。然后每次约到的时间呢，都是2个礼拜之后，每次都等到花都谢了才能见到 Counselor， 而且每次一见到 Counselor 的时间呢，差不多都是15分钟左右。而 American Honor 呢，它不一样。他们在他们每间合作的社区大学呢，都有他们自己专属的 counselor， 而他们每个学生呢，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专属的 counselor， 可以让他们随便问随便烦。我觉得啊，有自己专属的 counselor 这一点真的很好。像我之前约到的 counselor 呢，几乎都不是同一个人，就算是同一个人呢，他也不记得你，因为他们有上千个学生要服务，而因为他们不了解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为你提供最完整、最适合你的一些提案啊，一些服务。而 American Honor 呢，它的 counselor 因为是固定的，而且他们的服务的学生人数少，所以呢，他们可以记住每一位学生，也会了解每一位学生，所以他们也可以为他们的学生提供更完整、更适合他们的一些服务。其实 counselor 它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帮你看你转学要交的 personal statement。有看我之前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影片的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personal statement 它对转学到底有多重要。而想要拥有一份好的 personal statement 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找越多人帮你看越好。像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就是找了5、6个人帮我看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我差不多改了8次左右才交的。这不是重点啦，重点呢是这个时候呢，你的专属的 counselor 呢就可以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帮手。你写完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给你的 counselor， 请他帮你改，请他帮你看，给你一些意见。你每改完一次呢，你就可以请他帮你看。因为他是专业的，所以一定很了解，一定没有问题的。我记得当初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呢，我只给我们学校的 counselor 看过1次，因为他很难约，而且又有时间限制，所以他只是大概粗略的帮我看了一下而已。好啦，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试着去申请一下 American Honor。如果你成绩没有这么好的话，也是可以试着去申请一下，因为他申请不用钱。而且如果你一旦被 American Honor 录取之后呢，他们就会提供你一些学校供你选择，这可以省去你自己去找那些学校的一些时间。还有啊，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被 American Honor 录取的话呢，其实就可以不用找代办了。我觉得啊，其实找代办他们就是帮你搜索一些学校供你选择啊，然后帮你申请学校，帮你填一些申请表，然后帮你申请签证。然后全部都申请好了之后呢，他们就跟你说恭喜你申请成功，拜拜，再见，安妞，撒由那拉，然后就不管你了。而 American Honor 呢，它虽然不会帮你申请学校，不会帮你填学校申请表，也不会帮你申请签证，但其实申请这些其实都不难。他们会告诉你，会教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且线上的申请表其实我也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然后签证呢，就等你被学校录取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填表，然后约时间去美国大使馆面签啦。American Honor 呢，它不是代办，而且它跟代办不一样的是呢，它最后呢不会跟你说拜拜再见，哎呦撒由那拉，然后就不管你了。你到美国之后呢，他们 American Honor 的人呢，他们会来给你接机，然后带你去宿舍。哦，对了 ，American Honor 呢，它其实是有提供宿舍的。美国一般的社区大学呢，都是没有提供宿舍给你住的，学生要自己找地方住。所以我觉得 American Honor 这一点还蛮好的。好啦，我觉得反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看看啦，反正申请也不用钱，有丢有机会咯。我会把 American Honor 台湾负责人的联络方式呢贴在下面的说明栏。如果呢你想要申请，或者呢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联络这位 American Honor 台湾负责人哦。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呢，你身边也有能力还不错，想要到美国来念书的朋友们呢，把影片分享给他们看，让他们有另外一种选择。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可以帮我按一个赞，然后不要忘记订阅。另外呢 ，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 我会在里面更新一些我的生活啊，或者是一些频道的信息。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另外呢，这2边是 Lisa 其他的影片，有兴趣的可以点进去看看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